吧？现在不给了你，写出几千万就打死，对吧？身体大，你自己刚刚对你的军事运动听得出来还是，对吧？其他正确多，对吧？这个来到西巴的我都听得出，给人家什么厂家都完了，呀，厂家人家什么对你，人家对你应该，我当地听得出的不听得出啥，没嘛他。没嘛他是，你没嘛，弄知道听的，呀，那个你妈那个是哪里哪里，是吧？没嘛他就是那个嘛的，谁嘛伊，你嘛伊还没不给人家嘛给人家过来，你当地也嘛那个嘛，就是那个嘛那多年前面那些，你当地要的咱那大地下的是吧？是吧？其他东西也是的。原来街上，这不中是原来他是中的是吧？对。呀是吧？这不中的，他给呢，呀，不给你给，呀，有的上面给几个中的句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，给了几个，是吧？现在不给了你，写出几千万就打死，对吧？身体大，你自己刚刚对你的军事运动听得出来还是，对吧？其他正确多，对吧？这个来到西巴的我都听得出，给人家什么厂家都完了，呀，厂家人家什么对你，人家对你应该，我当地听得出的不听得出啥，没嘛他。没嘛他是，你没嘛弄知道听的，呀，那个你妈那个是哪里哪里，是吧？没嘛他就是那个嘛的，谁嘛伊，你嘛伊还没不给人家嘛给人家过来，你当地也嘛那个嘛，就是那个嘛那多年前面那些，你当地要的咱那大地下的是吧？是吧？其他东西也是的。原来街上，这不中是原来他是中的是吧？对。呀是吧？这不中的，他给呢，呀，不给你给，呀，有的上面给几个中的句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，给了几个我这样子吧？我给他吧，给你我学经济楼梯，他妈讲的都是经济楼梯，你们怎么说的？给你就落到你们的兄弟嘛，也是说了吧？他给看的是个设定来的，他是想反映对高手啊，给他给你我学经济楼梯，他哪家的经济楼梯，你们怎么是的？给你的楼梯的路多，出了点嘛意思吧？哪家的经济楼多的出的？给你的楼梯的路多出了点嘛意思？对吧？阿边干的，你公阿边干了干多少？阿边干了干多，跟干的干的干。